80年代末，香港電影黃金時代爆發，新藝城橫掃影壇，毫無演戲經驗的模特張耀揚，僅憑一張冷峻凌厲的硬照，被導演林嶺東一眼選中，空降龍虎風雲劇組，搭檔巔峰期周潤發。23歲的他完全不用演，天生冷冽、傑，壓迫感極強。林嶺東直言，他隨便站着就讓人不寒而慄。龍虎風雲爆火後，林嶺東火速開拍監獄風雲，張耀揚升級演經典惡警殺手熊，他兇狠暴戾，氣場碾壓發哥梁家輝。24歲直接提名金像獎最佳男配，一戰封神。隨後學校風雲裏的瀟灑哥，更是把斯文變態互入骨髓演到極致。三部風雲系列讓張耀揚徹底鎖死港片第一反派臉，也讓他遭遇極致的戲愛反噬。路人入戲太深，上街追着罵他，甚至上門辱罵家人，他無奈搬離老家獨居避世。事業爆紅期，他和李麗穎因戲生情，是他人生最溫柔的一段時光。可隨着新藝城解體，合約作廢，疊加情感心結，兩人最終分手。年少風光戛然而止。他嘗試演正派，演文藝愛情，但觀眾只認他的狠戾面孔，轉型徹底失敗。真正讓他左入港片史冊的，是1996年《古惑仔3》的烏鴉。當年最爭議、最經典的鏡頭，當眾摔碎關公像，踩碎忠義信仰，喊出你過時了。身為廣東人，篤信關公，敬畏行規的張耀揚極度抗拒，認為大不敬。劇組輪番勸說，高額紅包安撫，他才勉強答應拍攝。鏡頭效果炸裂，成華語影史最狂反派名場面，但代價伴隨一生。拍完後他長期夢魘，心神不寧，常年吃素、戴佛珠、燒香祈福，成為大眾熟知的個人標籤。烏鴉一角爆紅後，年輕人滿街喊他耀揚哥，想拜他入社團。他每次都認真勸人，我演壞人從來沒好下場，不要學，一語成讖。千禧年後，張耀揚原來演技最高光，徹底打破只會演糊塗的偏見，槍火沉默冷峻的頂級槍手麥，台詞極少，全靠眼神氣場，和一眾影帝對戲平分秋色，拿下金紫荊最佳男配。無間道2裏全程零台詞的金牌打手羅繼賢，僅憑氣場封神，再獲大獎提名。此時的他已是香港公認的無面戲骨，正當事業穩進巔峰。多年玩命拍打戲落下的脊椎重傷徹底爆發，椎間盤脫出，劇痛難忍，一度抑鬱上輕生，身體徹底報廢。他無奈息影，歸隱農場種花種菜，淡出娛樂圈。誰也沒想到，本該低調落寞的人生，迎來最大污點。2014年，張耀揚在北京涉毒、涉嫖娼被拘，凝望一輩子演盡惡人，堅守底線的他，現實親手撕碎20多年的銀幕口碑，演藝生涯徹底終結。晚年的張耀揚洗盡鉛華，昔日空淚盡退，頭髮花白，氣質溫和，常年爬山運動，低調做公益，幫扶山區兒童。觀眾再見他，早已不是牽着囂張的烏鴉，而是儒雅安靜的中年人。曾有反黑爾復出傳聞，最終不了了之。他坦言，時代變了，早已無人記得他，但仍留一絲念想，永遠不越永遠。有合適角色，仍願回歸。港片黃金時代落幕，惡人烏鴉早已歸正。他是香港影壇最傳奇的反派，演戲極致入戲，人生極致喜樂。輝煌由角色成就，遺憾由自己養成。半生銀幕癲狂，半生人間浮沉。